補習係咪真係有用？首先問，點解你要補習先？點解你在學校時又不認真上堂？如你覺得學校廢，心裏面認真答係咪真？你在小學、中學裏遇到好多不同科目、不同老師，全部廢的麼？你心裏面知道不是。究竟在學校時，你不認真學，還是老師廢？若你不怕悶，若你精神夠，若你又全時間能認真上堂，你記老師又豈需要間唔中要念一啲笑話來刺激你精神，活化你記腦袋？有時學生會問，可不可以沒有小測？可不可以唔俾功課做？一年只有2次大考，沒有統測 uniform test 等？一定可以，但大部分學生平日又唔溫書，沒有小測，學生只會1年2次大考才溫書。你覺得你溫得晒，溫得熟透？不如反轉講，學生平日肯溫習，老師就唔使出咁多大考、小考、小測卷。老實講，若學生肯自己溫習，老師連功課都不需出俾學生做。就係因為學生懶，才搞到老師要俾功課學生做，跟住要做大量批改。否則老師出示範題，學生自己核對就可以，令到老師集中在傳導知識的主題、重點、技巧、方向，即所謂的自主學習。但香港學生邊鬼會自主學習？會的，都只係一小部分學生。然後讓學生可自行有能力深化、組織等。咁現在唔講學校，只講補習。首先，1對1私人補習你一定可以學到嘢，梗係啦。1對1，唔同學校環境，冇人同你傾偈，你係1至2個小時內，你對住只有你的補習老師，又瞓唔到覺，而最重要係你要俾錢去學嘢，你一定會認真學。你記態度都唔同咗，一定學到嘢。另一種係一大班人補習，你專注力會稍有下降，但始終全班人都來俾錢，係俾錢學嘢，你心態都唔同咗。再當你見到其他人認真學嘢，雖然專注力會不及1對1補習，但你點都會認真上堂。補習1對1未必俾到你有筆記學習材料，但大型補習寫實俾到你筆記。不過大部分筆記都不能針對你個人的情況。但其實每年有好多學生用咗不同形式補習，但實際上仍然好多學生都攞唔到佢哋想要記水平。當然啦，大部分學生上完堂都不會溫習，就算大型補習寫過啲筆記，好多學生係落堂後都係冇仲溫，更不要問學生會不會去記。你又唔記又唔溫，到你考試嗰日，什麼都唔記得晒，同你係學校學習冇分別，都係忘記晒，考試唔會有好結果。所以你要去補習前，不如你念一念你會不會溫先。如果你唔會仲溫或做題目，不如唔好補習，真係浪費金錢。每年好多 DSE 考生都有補英文，但問一問，你補完，你攞到3嗎？還是你本身有3，你補完都係攞3？即可憐的係，你本身2，補完都係2。依類型學生大把。即係不是問補習有不有用，而是問你會確定你自己在每次補習後都會溫習每一堂的內容？